来看新竹市农会今仔日办一个活动，互民众体验烤菜头。大人囡仔来到现场，拢烤甲真欢喜，讲明年搁要来。囡仔体验烤菜头，每一个人拢感觉真新鲜。烤到的菜头大也细，拢嘛好歹离温。也有的人过无偌久，就烤规大堆，家己炸来底啊，拢无够底啊。以前有没有拔过萝卜？那你觉得拔萝卜好玩吗？好玩。现在很少农田生活啦，想说让他们体验看，因为我们都住都市，对，所以想说有这个机会就很难得，所以带他们来。我觉得是给他体验一下拔萝卜的趣味啊，觉得发现原来萝卜是用拔的，不是用挖的。新竹市农会在伊即天特别开放菜头园，予市民来遮烤菜头，除了趣味，也希望大家知影做餐人平常时辛苦的所在，外当加接触大自然。亲身的来到我们港南的萝卜田，然后脚踩着农地，手触摸着我们的泥土，用实际的行动，亲身来体验我们在地农会，在地农业。现场袂少人拢是第一届体验烤菜头，无论大人囡仔拢真欢喜。小姐明年搁要来，也准备甲满满的菜头炸转去处理，做各种无同的菜头料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